学生囡仔伫学校的营养午餐，过去捌因为菜色无够营养等等的问题引起争议。有几多个民间团体参立委伫咧七日召开记者会，因对外公布成立学园供餐法的推动平台，希望供餐要有法律的保障，对源头管理实在，资讯也着爱公开，也要甲行政警察权立法，保障校园食食的安全。推动学校公餐法，推动学校公餐法。第一步民侦版本纪立院。学校营养午餐的菜色敢有够营养，是家长关心的代志。即马民间团体成立平台，杀出第一个民间版本的学校供餐法，明定主管机关爱伫学校设专职的供餐委员会，佮爱甲行政警察权立法来保障校园饮食的安全。让各级的主管机关都有权去做检查、去做监督，你不能拒绝，不能隐匿。如果你拒绝或隐匿的话，我们有罚则的规定。如果我们没有中央层级的法源的话，每次到地方的选举的时候，学校午餐就变成一个政治人物开支票、撒钱的这个乱象不会解除。另外，民间团体嘛反映，即马有专职营养师的高中小，敢若占17%，应该爱提升比率。现场嘛用日本、韩国学生用的餐盘，甲台湾的大碗公来比较，认为台湾学生根本看无食物，安怎是平均？过来学校的中昼顿时间嘛伤短，应该爱延长。其实我每次看到那孩子吃饭，就是囫囵吞枣，全部就这样子一口吞进去。那大部分很多小孩子他吞不进去，他就把它丢掉了。我们希望这个时间真的能够让它更长一点，让孩子们真正能够知道我今天吃的到底是什么食物，对我的身体有什么好处。亲像食材来源、成本公开透明、供餐无受区域限制等等的改变，拢伫即个民间版的学校供餐法内底。参加记者会立委范云嘛表达肯定，表示会监督立法院赶紧来摆审，希望伫明年母亲节之前通完成立法。记者陈亚文、徐凯台北报道。